Hello，大家好，我中意電商到你裝東張。如果對呢啲樓盤有興趣，就歡迎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就介紹嘅係盈海三期一個高層2房半嘅山景單位，上面積有498尺。我一齊睇呢個單位。入嚟之後呢，就會見到個直身型設計嘅客飯廳，長度達到18尺，闊度就有8尺半。客廳連接住大玻璃窗同露台，所以採光度相當充足。大門旁邊就係儲物房嘅位置，相當方正。亦設有冷氣，可以做一間工人房或者衣帽間用。先睇飯廳嘅部分，大門旁邊牆身長達5尺半，右邊嘅牆身就長達7尺。平時放張餐台，3-4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靠牆嗰邊仲可以放個獅子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客廳旁邊呢，就廚房位置，廚房有一組曲尺型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等等嘅位置，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側邊更連接住一個工作平台，可以打開通風對流或者放下雜物。跟住睇睇客廳嘅位置，客廳嘅闊度達到8尺半，右手邊牆身長達6尺半，可以放個大型嘅電視櫃、飾物櫃。右手邊嘅牆身更長達8尺，可以放張3-4人嘅特大梳化。我哋出露台睇睇外邊景觀啦。呢個露台望出嚟，可以望到馬鞍山嘅翠綠山景，鄰近以至市中心一帶樓景。遠望仲可以望到科學園方向嘅小小海景，景觀都幾開揚。呢邊坐向就向西南嘅。跟住我哋睇睇主人房部分，主人房設計都好方正，長度達到7尺半，闊度亦都有7尺，有個相當闊嘅窗台位置，可以放個大型衣櫃、大雙人床。望出嚟景觀，亦都係以馬鞍山嘅山景以及鄰近至市中心嘅樓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。跟住睇睇另一個房間，房間都同樣方正，長度達到7尺，闊度就有6尺半，做咗個大型嘅書櫃、衣櫃、碌架床，有個小嘅窗台位置。望出景觀就係以鄰近樓景同山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嘅。最後我哋睇埋浴室部分，浴室都係以原裝嘅交流設備，設有大型鏡櫃、浴室櫃，配備浴室寶、電視、浴缸，簡潔企理。現時呢個單位係放賣緊嘅，絕對係呢個屋苑中嘅筍盤之一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歡迎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